電訊回應話，希望大眾能夠直接向佢哋表達意見。佢哋冇向我哋表達過任何意見。我鼓勵任何人士，如果對我哋服務有任何意見或者咩嘅話，我係絕對，我保證我會主動，同埋我會實際參與同佢哋嘅溝通嘅，係溝通而唔係經過一啲第三者嘅平台。歡迎致電服務第一熱線 ，CDM 為你提供最多元化嘅優質服務。廣東話請按1字。申請現有客戶或升級至 No.1 居家寬頻12，即可零機價拎走 Sony Ericsson Neo， 仲有30款手機及手提電腦任你揀。啲優惠咁吸引，仲等咩啊？快啲去 CDM 門市申請啦！CDM 與你攜手抗通脹，新申請 No.1 流動寬頻月費低至44蚊20個鐘，加30蚊送你 Nokia CS12 數據連接器及免費升級至7.2 M， 仲有多款新型號手提電腦等你揀添，咁多着數即刻嚟 CDM 申請啦！請選擇服務，預約電話及寬頻維修或安裝時間，請按星字；流動電話服務請按1字，寬頻服務請按2字，固定電話。申請或現有客戶或升級至 No.1 居家寬頻12，即可零機價拎走 Sony Ericsson Neo， 仲有30款手機及手提電腦任你揀。啲優惠咁吸引，仲等咩啊？快啲去 CDM 門市申請啦！家居無線寬頻服務請按1字，寬頻服務請按2字，查詢住宅寬頻之後按服務簡介請按1字，服務收費請按2字，聯絡客戶服務主任請按0字。能夠為你服務係我哋嘅榮幸，你嘅意見會令到我哋嘅服務質素提升。希望閣下能為我哋熱線服務整體嘅表現作出評分，願意參與請按1字，多謝。為確保服務質素，以下嘅對話可能會被錄音。以下嘅對話將會被錄音，並可能會喺唔同嘅媒體公開。如果唔同意，請中斷此對話。唔該，我係想揾，係你好，我係想揾你哋個 CEO 潘福熙㗎。CEO 係潘福熙先生。想揾你哋個係我哋咧係關於有寬頻嗰個意見嘅反應咧，想俾潘福熙 CEO 知道㗎。所以我哋想揾潘福熙 CEO。麻煩你等一陣啦，我問翻同事入邊好嗎？唔好意思。咁因為如果係想要轉翻我哋嘅 CEO 嘅話咧，咁或者你留低聯絡電話，我哋會揾佢覆翻你啊，好嗎？而家揾唔到潘福熙 CEO 啊，但係佢係會直接同我哋溝通㗎喎。唔好意思㗎，因為我哋而家嘅話咧暫時轉接唔到㗎。咁如果你有任何嘅疑問嘅話咧，我哋可以幫你 mark 翻低，咁我哋 CEO 都會直接同你聯繫，同你跟進翻嘅，好嗎？好啊，我哋嘅電話，你哋應該知道我電話㗎，我係 CTM 客戶用 CTM 嘅電話打嚟，你哋應該知道㗎喎，應該唔使我俾你哋啊。你好㗎，因為為咗呢個資料嘅準確性咧，麻煩你提供下，咁我哋幫你對一對，好嗎？6。今日先生點稱呼啊？我姓。
先生你好㗎，咁係關於寬頻邊方面嘅問題咁樣呢？大概呢個速度啦，呢個收費啦，特別咧就係喺夜晚10點鐘到凌晨12點半嘅時候咧，上網成日咧基本上都上唔到咁滯啊，好慢，啲網站咧撈到一半就撈唔到啊，成日都係咁。跟住咧上去睇片咧就即係好窒啊。之後咧叫 call 咗你哋啲同事咧，啲同事又 reset 咗，都係咁樣啊。咁有冇嗰個師傅上門同先生你跟咁樣㗎？咁你哋同事冇話需要噶嘛，你就 reset 咗噶嘛。佢哋即係有時又話啲信號唔清晰咁，跟住之後 reset 咗之後，但係一樣都係咁嘅樣，夜晚一定都係繼續咁塞。真係唔好意思嘅，先生影響到你。係啊，咁你哋咁，但係你哋個 CEO 話咧係可以直接同佢反映噶嘛，所以我好想咧就直接同你哋嘅 CEO 反映呢個無論係收費啊、速度嘅問題咯。咁呢個我都明白㗎。咁先生可唔可以方便提供埋你嗰個即係話上網嗰個寬頻代號俾我呢？如果係咁，我想直接同你哋嘅 CEO 見到先表達咯。既然你哋話 CEO 都會打電話同我講啦。咁我呢都已經同先生你 mark 低咗㗎啦。咁請先生你到時留意翻啦，好嘛？唔好意思嘅。唔該晒。多謝電話，拜拜。